为了高铁台南特定区内公园用地，市府教育局配合当地民众的活动需求，编列800万来改善人行步道甲整体景观，同时增设特色游乐设施，成为南关线第一座特色游戏公园。而所有设施通过检验合格完工启用以后，除了桂林附近的居民，嘛去来自邻地的大小朋友来佚佗。虽然出日头，毋过拢算加欢喜甲。家中对着有一座较无同款的游乐设施，而且安全友善的环境，整体来讲评价拢袂歹。觉得非常的亲子化，然后也非常的空旷，就是可以一目了然小朋友的那个动向，嘿嘿。然后安全设施也算做的还算足够。然后因为这跟左镇化石馆那边的一个溜滑梯比起来，它这边的安全措施其实就有差。因为它是有一个沙坑可以缓冲，然后在化石馆那边的就是没有沙坑可以缓冲，是直接落地。我觉得在安全上面还真的很不错，因为像这个下面都有铺碎石，其实它安全度是很够的，只是说在环境绿化上面，就是还要需要时间慢慢加强。不过，毕竟都启用包括环境的劣美化、欠缺热日头的设施，家长嘛发现有污秽等等，其实拢提供公部门改进的空间。对此，桂林区长嘛顺应民意，一旦有反映缺失，因拢会尽力来改善。已经开放可以供我们的乡亲可以使用了哈。那当然乡亲也有一些反应哈。那例如说绿美化的部分。还是要加强。那另外呢，整个一个环境的整理哈，那可以再更漂亮、更进步哈。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听到了。那公所跟公务局、市政府会来共同在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特色公园能够更加完善。该公园嘛，因为配合刷轮历年去学生，所以用学习甲探索为主题来打造，希望成为囡仔快乐学习的游戏天堂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何乔邦采访报道。